今日靈修讀到列王記下22章，講到約西亞王登基，佢登基8歲，作王31年，39歲就英年早逝。而喺嗰度講到約西亞非常之敬虔愛神，亦都得到律法書之後，見到佢祖父瑪拿西同埋佢爸爸亞們所做嘅各樣拜偶像啊、拜金牛犢啊、洗兒子經火啊，呢啲係神非常之憎惡嘅異教嘅敬拜同埋信仰，而使到約西亞知道以色列國好快會面對滅亡，猶大國面對神嘅審判，面對滅亡，面對變成荒場。約西亞就非常之痛苦，而因此甚至撕裂衣服、哭泣自卑喺神面前嚟到求，但係神應允佢可以唔使受呢啲苦。點解佢喺39歲就英年早逝呢？就係神救佢脫離跟住猶大國被各國蹂躪、被敵人打敗嘅各個厄運。可見我哋喺呢一個依家咁邪惡、咁黑暗嘅世代，唯一最重要嘅就係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，為呢個世界痛哭，為呢個世界嘅罪惡哭泣自卑、撕裂衣服，咁樣我哋自己必可以免去神嗰個對呢個罪惡嘅世界震怒嘅審判。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